请收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行，悄悄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罗上官，进来啊！是啊，不是我唔对，我以为讲一切拢是伫我的掌握中，我准备下来出版去，互伊看清楚这个面色。因为中为伊刚好的时阵，伊会更加稳重。想袂到，人生不如天生。你对正义还未死心吗？未死心，老爸对遐要咱死心，困难到什么程度？我看10年的刑期应该走袂去。是，10年。罗上官，来姐姐。这家伙，规村的迄人啊来几10年，要叫我这个老的，哪有法度难等伊10年？哎，表现若较好，会用得加熟啦。要做上好的准备，做上歹的拍算。你家己爱较冷静者，你家己骹步爱徛好在。多谢你提醒我。阿美啦，美啦，等我读，咱才会重新开始。咱才重新开始。啥物啦？是我秘话啊，阿二姐啊，
电动买转来。宋明大敢有消息来？真是有干啊！我看宋明大可能是想要烦恼气氛大，伊才会歹势来找你。 好蛋，你敢踮咧我的后面讲我的歹话？宋爷大，你来都你来上好，阮大有救啊！宋爷大，阿妹姐，有话您讲。阿妹啦，对。 来讲，必须要按照帮的代志按照好，所以哦，在台湾甲即久再来。阿妹啊，我有想要救准伊啊，唔知伊的意思安怎？你替我吼去甲问看觅。我用啊。用啊。 安怎？病院倒来有一讲无？这几工无看了呢，哪变甲遐尼无精神？我早咧讲过啊，迄兄弟人吼，拢伫收卡洗厝了后啊，才来医院问。你偏偏铁去唔相信，这摆是算你好救命呢，亲自甲人伤着你大腿，啊若无吼。 今仔日我可能去殡仪馆陪你念医院，我会甲你订安，亲身吼送你来绿岛食免钱饭。我等下等下甲你好好甲你开讲者，啊？ 换药，有问题吗？哦，不，没事。阿妹啊！ 你来请来。罗总大，你报告这。到这应该煞。定静来。
春姨，你是安怎啊？差一点啊，差一点我会搁犯错。阿明，你原谅我。十几年啊！阿明，你去甲阮大讲，讲叫伊免搁无用啊，要重新做人，这是我所付出的代价。安尼你了解无？你会等我，我一定会等来。春姨，李英嫂，要无唔对，等组长来去入来，叫我看你对你真不利。紧，你赶走，你赶走。紧走啦，亲，紧走啦。可以啦。你现在有啥打算？照常上班，过我家己的日子，等春姨转来。这个都要等足久的呢。我有心理准备。所有台湾省的人哦，无一个敢亲像俊义安尼来误解我。我用尽心机啊，也无伊的法度。真歹势。但你也阁少年，有迄个本钱通等。我这个老大人啊，敢还阁有迄个时间通等？俊义哦，确实是一个歹钱啊，出世要来互身躯边的人对。我真久无去山顶啊，你有要陪我来去行行？我搁要上班呢，我都陪你啊，真歹势。你落，后尾若无用，你陪我来去山顶，以后你就踮在我的身躯边做我的司机。宋爷，多谢你收留我。我特别跟你交代哦，以后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，身份来甲调查清楚，才当放你，有听无？是。哟，组长，食饱未？我问你，站边的护士什么人？我嘛唔知咧，也着甲我讲你啥物秘书啊？原来是我甲组长共款姓王啦。敢讲伊去杀着伊？我有问过护士长，站边的时阵根本无排班换药啊。安尼讲，我怎毋知伊拄着鬼啊？我咧讲，我绝对会后悔哦。我后悔也后悔真多啊，无差到这一边。
我再问一遍，你是毋是愿意甲警方合作，提供路线到乌龙的罪证？我用办法将你的罪判较轻，你想安怎？好，真好，我看你无才调。15年，安尼拍遮重？王少年，你作怪，伊收集足侪对正义啊不利的罪证，交予检察官，我已经尽力啊，实在真歹势。又搁是45年到，那45年，我到破你！15年，那过15年，毋就规人黄泉去？无爽快，无能搁甲上诉，无定搁有希望。啊，若无伫内面啊表现较好的，嘛会使申请提早假释。你千万袂通。议论，算了，你去通知哦，后尾来知影。是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我无欠。阿蜜，你在想什么？可以坐在这里。这天大代志的哦，这代志是咧好代志，终于啊，向破15年，啊，你欢喜无？真是的哦。也无你唔当做我食饱咧换腰，啊开钱买拍来当佚佗，哼。哈，我早就讲过，这口准义啊吼，向你管3万，你即马天下太平。哎，那要好好对你食呢。真正赞的。哎呀，对啦。你呀，扫帚来吼，啊，咱这门口埕哦，甲这泡甲清清的，较袂带水着。哈，今年，打泡你家己放，你家己袂晓扫哦。你查某哪变单啊？我是万种捌看。
新安终于互掠去，即摆出来清唱，安尼上安啦，免搁拜啊啦。不知听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行，笑笑一句随缘啦，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来，目屎予干，唔通留半边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。